想象才11岁大的小朋友能够在巴黎发明展当中大放异彩吗？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认识这一位公馆国中的同学谢富一。谢富一的作品是用客家花布来当为主角，做成多功能的花布袋，而且用的是一家3代传承的针车制作，不但是创意十足，同时他的作品呢也让客家登上了国际舞台，得到了评审赞不绝口的肯定。历史悠久的针车，才国中1年级的谢富一很熟练。鲜艳的花布与针线交织，他靠着巧手设计出多功能的客家花布袋。如果布的袋子也可以有比较多的功能，会不会比较好？所以说我就设计了这有扣子。原本是大提袋，但是只要收好提袋，放在头上，扣好扣子，它就是一条客家花布头巾。而功能还不止这样呢，围在脖子上，它还可以变成时尚领巾，一共有4种功能。或者说你手不小心要受伤啊，可以包扎这样，就这样子可以包着，然后你就可以睡觉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让血液比较快回流回心脏。11岁的时候，谢富一靠他在巴黎发明展上获得银牌，也让客家花布跃上国际，大放异彩。本来就是看到棉被上这样缝嘛，可是后来人家说这是客家花布，很有特色。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客家人，所以说就用客家花布吧。像是买东西用的环保布袋，也能有别的功能哦。拉下拉链，靠着创意，提袋也可以变成围裙。客家小女孩的新点子可是让很多人惊艳。她不但在苗栗发明展中拿下特优，也是台湾在法国巴黎展里最年轻的获奖者。今年参加国际青少年发明展，还拿下了2面金牌。就听一个翻译讲说啊，那个评审说你应该挂一个布条，上面写11岁的小女孩发明。身为客家人，谢富一让客家文化可以跟国际接轨。有这样优秀的表现，他说奶奶可是他的启蒙老师。从小看着奶奶用客家妇女的坚毅守护家庭，也让他想跟奶奶一样，用这样的精神编织自己的梦想。就看本来是奶奶在踩嘛，然后爸爸其实也会踩，然后呢后来踩一踩觉得好玩啊，反正也看那么久了，有一天就坐上来拿了一块碎布这样扯，然后就会踩了。一台老针车说着一家3代的故事，串起了3代的温情。现在交到了谢富一的手里，还要靠着他谱出梦想篇章，要让客家也让家人以他为荣。客家花布的多变在头巾上绽放，在领巾上展演。当10来岁的谢富一遇见传3代的老针车，他踩出的客家美惊艳国际，也丰富了感动时刻。